头先来关心的就是，虽然讲这粒丹那斯风台已经过境啊，也毋过这几天受到低气压也有西南风的影响，天气也是真无稳定，各地拢会有落雨的情形，尤其是中南部嘛是有可能会落大雨的。气象署拜二呢是针对这台中以南9个县市来发布大雨特报，表示讲，就要等到拜六，这天气才会豆稳定。虽然丹那斯风台已经离开台湾，也毋过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，各地天气较无稳定。气象署表示，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，甚至是落大雨；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，也那东部地区是积云，山区要注意西北雨。在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之下，今天目前的话，在台中跟彰化这边的话是有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。那今天清晨的话，在中南部地区，特别是山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。拜二各地温度也偏悬，平均伫32到35度。伫台东地区可能会有火烧风。气象署预估，自拜六开始受到高压带影响，台湾各地天气才会恢复稳定。拜六过后，温度也会回升。预计要从周六开始，随着太平洋高压的逐渐增强，那低压带会逐渐的北移，所以从周六开始到下周2这段时间的话，天气上面相对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，恢复成夏季型午后雷阵雨的天气。气象署表示，自拜二一直到拜5，各地落雨的情形也变明显。气象署拜二也针对台中以南9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其中嘉义山区、高雄山区是豪雨特报，彰化市大水雨特报。气象署提醒，未来这几天天气拢较无稳定，各地拢有可能落雨。提醒民众若是要出门，要记得早雨满雨伞，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桂中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